假結婚，攻陷 MK， 一年吸金4億啊！結婚係人生大事，哇！新郎哥，你老婆咁靚，份禮金肯定唔少嘢啦。但係家陣港男娶老婆，調翻轉頭有錢收噶，仲不停升緊水添，唔係風俗轉咗啊，係睇你夠唔夠薑賺啫。結婚結完婚嗰日俾晒錢你，15000蚊一次過俾晒。哦，收錢娶假老婆，呃身份證啊！今時今日打開報紙，假結婚嘅分類廣告多不勝數。我哋求其約咗個黃太喺旺角銀行中心附近嘅美心見面。陣間就安排你去做嘢，就先帶你 check 先。咁啊，你真係未攞過報紙噶嘛？未。坐低冇耐，黃太條僆已經扯住你啦。今日出嚟做嘢就先排，排完咧星期一你交晒嗰啲嘢，然後我哋先再調整俾你啊嘛。佢仲話即刻可以相睇，啲老闆已經喺香港，隨時可以排期。排期咩意思啊？上律師樓登記，登記咧，跟住律師樓會俾一個日期我哋下次出嚟結婚。等結婚嗰日先收15000，之後3年每年返大陸一次，每次收5000。到個女仔嚟到就離婚，收埋尾數嗰2萬。成個過程4至5年啦。佢轉頭就 call 老闆嚟，短短嘅15分鐘，我就同人相睇咗4次啦。O 唔 OK 啊？得啦，你有冇相俾人哋望一望啦？我俾咗證你可以望到啦。即係佢嘅幾美嚟㗎。唔好以為收錢簽個名咁易啊！28歲家明6年前就中咗招啦。係啊，搞掂咗之後1蚊都收唔到咯。點解啊？點解啊？我都唔知啊。佢話跟住後尾跟住話中間人食晒啲錢啊。最大鑊係佢個哎呀老婆揾私家偵探嚟刮佢。佢揾我跟住諗住搞翻好呢件事咯。點樣搞啊？翻大陸其實主要係幫佢搞翻好個結婚嗰度咯。原來想佢夾口供同搞單程證啊，又寫低貓紙要佢背熟添。阿明話洗濕咗個頭，唔搞埋佢，大家都要坐監噶。根據統計，06年至今，每年平均有2萬宗中港婚姻。消息話，當中嘅1/3可能涉及假結婚噶。以5萬蚊一宗，每年嘅生意額就接近4億啦。而今年頭10個月，入境處就成功檢控咗1000幾個涉及假結婚嘅人，而家仲有2000單搞緊噶。